香港娛樂圈有個好乞人憎嘅死症，就係一睇見老細同女藝人行得埋，第一個反應永遠係向嗰方面諗。英皇嘅楊受成同容祖兒就咁被全港街坊同讀者編排足足27年。有人話佢係金絲雀，有人估佢手上揸住啲咩把柄，有人甚至咬定呢兩個人遲早反面散伙。1年過去，3年過去，10年、20年過去。坊間嘅揣測換完一輪又一輪，但呢兩個人到今日仲係喺同一張台食飯，仲係喺同一個舞台上面唱歌，仲係喺每一次風波入面互相兜底。等住睇笑話嘅人，等到自己都懶得再等。回頭揭下呢27年，港媒向呢對組合身上貼過4層標籤，每一層第一眼望落去都好似有啲道理，但只要你仔細挖開，根本冇一層係企得穩。要講清楚呢4層標籤點解全部站唔住腳，我哋就要由九龍上海街一間細間嘅標行開始講起。1944年，九龍上海街149號有間細間嘅鐘錶鋪叫成安記標行，老細叫楊成，係潮汕人，個人好勤力打拼，屋企有4個老婆、5個仔、10個女，係典型嘅潮汕大家族格局。大仔就係楊受成。佢由細到大都唔係讀書材料，中學未讀完就輟學幫老豆睇鋪。不過呢個細路有樣嘢特別叻，佢好識睇機會，亦好識睇人，對眼比任何人都銳利。10幾歲嗰陣，佢會自己走去碼頭等外國郵輪泊岸，然後捧住一沓名錶，用啲爛地嘅英文同鬼佬搭訕。賣出一隻，佢就分傭俾碼頭導遊，分傭俾酒店伙計。靠呢啲野路子，佢建立起香港最早期嘅旅遊標行產業鏈，純粹靠個腦同膽量，1毫子租金都唔使晒多。1964年，楊受成20歲，老豆同佢籌咗20萬港元啟動資金，佢喺彌敦道開咗天文台標行。開張當日，特登請咗亞洲影后凌波小姐嚟剪彩。香港商界開張揾明星撐場呢個風氣，據講就係由楊受成帶頭興起。之後嘅事快得好似坐火箭，22歲就拎到歐米茄、天梭、帝妥3大分銷代理權，25歲拎到勞力士零售代理，26歲就被業界封為鐘錶大王。就好似佢自己後來喺自傳入面寫嘅嗰句：我平生做人哲學千頭萬緒，可提煉為2個字爭氣。爭氣這2個字講就容易，但要睇你攞啲咩嚟換。1973年，31歲嘅楊受成將家族資產打包，以好世界投資嘅名義上市，買咗25個地盤，手頭炒股、炒匯、炒黃金，仲喺大嶼山囤咗幾百萬尺土地想興建度假村。嗰幾年佢住喺九龍塘豪宅，日日坐勞斯萊斯出入，意氣風發到極點。但世人得意忘形，從來係要付出代價嘅。1981年，楊受成人生第一次跌親，而且跌得都幾戲劇性。事緣有個騎師同人喺《天天日報》附近打交，對方入咗院。楊受成出於江湖義氣，親自上門勸人唔好報警。佢自以為做緊好事，結果反被控告意圖妨礙司法公正。告上法庭之後，罪名成立。最高法院判監9個月，即時執行。楊受成就咁蹲咗入赤柱馬坑監獄。佢喺自傳寫呢段寫得雲淡風輕，但你想下，一個靠拳頭打出嚟嘅香港仔，坐喺囚室入面望住出面燈紅酒綠，望住自己部勞斯萊斯泊喺出面冇人揸，嗰種滋味只有佢本人先知。出獄之後唔夠2年，1983年，香港樓市爆煲，加上港元危機。好世界投資被匯豐銀行清盤，欠債高達3億2千萬港元。喺80年代，3億2千萬係一個咩概念？大家心照，家底清晒，豪宅冇咗，信用卡冇咗，連部勞斯萊斯都俾人收埋。匯豐嚟收車嗰日，外籍高層留低咗一張便條，大意係話勞斯萊斯係成功人士嘅座駕。就係呢句說話，等楊受成記足一世，記成一道疤。佢後來終生唔坐平治，唔係買唔起，係唔肯坐。
每次有人問起，佢就微微一笑，多一個字都唔解釋。嗰部勞斯萊斯被收走之後，佢喺1994年用咗1300萬港元，親自投下一塊9號車牌，掛喺另一部勞斯萊斯幻影上面，從此成為佢最高頻嘅出行座駕。呢種性格，你話佢記仇又好，爭氣都好，總之係刻入骨髓入面嘅嘢，磨都磨唔甩。破產之後，楊受成一個人飛去中東，落腳科威特，靠住早年炒外匯、炒黃金練落嚟嘅功夫，2-3年間喺沙漠入面賺返1-2千萬美金。1985年香港經濟復甦，佢向加拿大皇家信託銀行借咗4000萬港元返香港，贖返所有舊資產，東山再起。就喺同一年，佢再婚娶咗細佢13歲嘅陸小曼。陸小曼係多倫多大學畢業，曾經喺法國巴黎銀行做客戶經理，個人識數、識人，眼光極準。到咗2025年，兩人慶祝結婚40週年紅寶石婚，佢對記者話結婚40年從來冇鬧過交。話雖好聽，但陸小曼嘅大氣係行內出名嘅。楊受成前妻任曼玲被騙徒呃晒身家之後，係陸小曼親自安排佢入英皇工作，幫佢重新站穩陣腳。呢種手段，話大氣都已經係輕描淡寫，簡直係另一種境界。商業版圖嗰邊，楊受成從未停過，鐘錶、珠寶、地產、金融證券、酒店博彩、娛樂、傳媒，一路擴張。最鼎盛嘅時期，佢手握7間香港上市公司，人稱英帝國。個人財富估計一度超過200億港元。佢旗下嘅媒體版圖一度包括東方新地、新假期、經濟一周，同埋嗰本以前風評甚高嘅東周刊。2002年10月，東周刊刊登咗劉嘉玲當年受辱嘅相片，引發全行業聲討。楊受成被迫親自安排喺各大報紙刊登全版廣告道歉，仲請埋好友成龍出嚟公開批評，先至勉強平息到風波。嗰次公關危機係英皇媒體帝國最狼狽嘅一頁，東周刊隨即停刊，從此再無復刊。你想下，楊受成呢種做事風格咁鮮明嘅老細，都被逼到要親自登全版廣告道歉，就知道嗰次事件嘅輿論壓力有幾大。當然，楊受成嘅商業生涯入面，從來都唔缺官非同爭議。1985年被警方以涉嫌非法收受外圍賭注及妨礙司法公正拘捕，翌年罪成判監3年。1994年被控刑事恐嚇同非法禁錮旗下金融分行總裁林怡君，加控妨礙司法公正。審訊去到一半，5名控方證人集體失憶，林怡君喺庭上不停話好驚，唔想作供，控罪最終撤銷，當庭無罪釋放。2003年7月更加轟動，廉政公署發動武影行動，拘捕22人，指控英皇娛樂同無線電視高層互相賄賂，操控勁歌金曲獎項同流行榜排名。被捕者包括楊受成、麥兆棠、麥浚龍等。中國新聞週刊將呢件事稱為香港廉政公署歷年來追查最大嘅一宗娛樂圈貪污案件。最終全部人獲釋，不予起訴。每一次他都能夠全身而退，然後繼續返去做生意，好似咩事都冇發生過咁。香港有啲老人家私底下會話呢個人命硬，乜都壓佢唔死。但我覺得更準確嘅講法係，佢對每一場危機都有着一種常人難以企及嘅處理能力，唔係靠運氣，係靠幾十年累積落嚟嘅那一套生存邏輯。講到呢度，我哋終於可以講到容祖兒。1995年，九龍某間 Big Apple 卡拉 OK， 一個比賽正在進行，台上企咗個15歲嘅女仔，名叫容祖兒，唱嘅係關淑怡嘅一首一首獨唱的歌。聲線一出，在場所有人即刻靜晒，唔係因為佢靚，而係因為佢把聲。佢當年真係唔係好靚，大餅面，有啲鬥雞眼，膊頭有啲斜，衣着打扮亦有些土氣，人又怕醜，係典型嘅唱歌好聽，相機唔愛嘅類型。比賽結果係金獎，簽約正東唱片。聽落係個好故事嘅開頭，但結果唔夠1年就玩完。
黃柏高叫佢嚟，只係講咗6個字：你唔夠靚，解約。連個合理解釋都慳返，仲容易過叫外賣退貨。之後佢轉去佳音唱片錄咗一首日劇主題曲，點知幾個月後佳音自己先執笠，再次被解約。2份合約用咗唔夠2年時間，佢喺香港樂壇留低嘅名聲變成無人敢簽，4個字講白啲就係行入黑名單嘅前一步。容祖兒嘅童年其實比呢啲挫折仲要難捱。1980年喺荃灣仁濟醫院出世，細個住過九龍荔枝角蝴蝶谷木屋區，小學跟屋企搬去沙田馬鞍山。老豆容錦輝同阿媽長期唔啱，佢10歲左右父母關係開始破裂，15歲嗰年父母正式離婚。老豆呢個人喺佢出道之後，成日借佢個名喺出面欠債，試過有債主喺跑馬地附近同英皇駿景酒店門口貼大字報尋人，寫住此人容錦輝，乃樂壇天后容丹丹之父親。呢啲事係會令人感覺到入心入肺嘅羞恥感。容祖兒同老豆最終斷絕關係，跟阿媽同細佬相依為命。阿媽喺2015年確診3期癌症，容祖兒推晒所有工作貼身照顧。喺綜藝節目講到阿媽嗰陣，佢幾度落淚，話阿媽最大嘅遺憾係未睇到個女揾到一個好男人。講到呢度，在場所有人都好心酸。一個喺娛樂圈打滾咗20幾年嘅女人，喊嘅都仲係呢件事，某程度上說明咗好多嘢。失去2份合約，老豆喺出面搞大鑊嘢，樂壇冇人敢簽。容祖兒嗰段時間做過會計文員，幫阿媽打理時裝店，夜晚就走去跟香港樂壇教父羅文學習聲樂。羅文係邊個？唱獅子山下嗰位，人生中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承代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呢位樂壇宗師於2002年10月離開，佢嘅徒弟名單隨便揭都係一線，鄭伊健、關淑怡、周海媚，仲有當年名不見經傳嘅容祖兒。羅文肯收佢，係因為佢聽到旁人聽唔到嘅潛質，而呢種判斷力，後來楊受成亦證明自己同樣擁有。只係羅文係音樂人嘅眼光，楊受成係商人嘅眼光，兩種眼光最終指向同一個人。1999年，命運出現轉折，起因非常之戲劇性，係錢嘅問題，欠錢還唔出嘅問題。楊受成有個好朋友叫葉志銘，呢位係港圈五起五落嘅典型人物。1991年創立飛圖唱片，靠住簽咗謝霆鋒，又意外發現咗葉玉卿嘅特殊才華，將公司做到有錢賺。但亞洲金融風暴一到，葉志銘向楊受成借落嘅債累積高達3000萬港元，實在還唔出。於是他將飛圖唱片抵押俾楊受成頂數。就係咁，楊受成喺完全冇計劃嘅情況下，成為咗一間唱片公司嘅新老細，手上一併接收咗謝霆鋒、趙學而，仲有被羅文帶入嚟嘅一批後生仔，其中就包括容祖兒。講穿咗，英皇娛樂嘅起點就係一筆爛賬還唔出，陰差陽錯撞出嚟嘅。楊受成第一次見容祖兒，根據多個港媒嘅技術，佢拎咗張紙喺上面畫咗幾筆，然後指住佢話：你鬥雞眼，膊頭太斜，唔好睇。呢句說話放喺任何一個已經被2間公司拒絕過嘅女仔面前，都夠晒令人心寒。但佢接住叫容祖兒唱咗一首歌，然後成個場面就完全唔同晒。英皇內部高層幾乎一致反對，話個樣唔夠靚，點同王菲競爭？經理人霍文希企出嚟力保，楊生，佢真係會做天后，你哋千祈唔好動搖。楊受成最終拍板，呢個人我簽定。佢後來對媒體講咗句好出名嘅說話，有人問佢容祖兒同王菲相比點樣，佢話：我覺得佢比王菲仲靚。呢句說話講嘅根本唔係五官，係佢睇到一樣人人都睇唔到嘅特質。然後佢用27年時間，一直壓住喺呢個判斷上面。當然，民間另有一個版本流傳，就係所謂夾春卷嘅故事，暗指兩人嗰餐飯嘅關係已經唔止老細同藝人。呢個版本，容祖兒從未承認，
霍文希冇承認，楊受成更加冇承認。坊間傳聞還坊間傳聞，唔可以當事實講。而且老實講，真正發生嘅事已經夠精彩，根本唔需要嗰啲加油添醋。霍文希呢個女人係成件事入面最容易被忽略嘅一個關鍵人物，但佢嘅功勞絕對唔輸俾任何人。1972年出世，14歲被星探發掘客串電影，21歲靠葉志銘個仔嘅女朋友嘅關係加入飛圖，23歲被楊受成任命為藝人管理部總監。之後，他一手帶出謝霆鋒、容祖兒、Twins、陳偉霆、古巨基，係港圈最具代表性嘅金牌經理人。佢為容祖兒定下嘅策略，簡單到近乎殘酷，走情歌路線，聲音先行，主動繞開外形呢個死穴。佢喺尖沙咀最繁華嘅街道掛咗一塊巨型廣告，上面只印咗8個字，一個不能逃避的聲音容祖兒。冇相片，冇身材，冇笑容，只有一個名，同一個關於聲音嘅承諾。成件事嘅邏輯係，先讓全香港認識佢把聲，等佢哋愛上把聲之後，再去講各樣嘅問題。呢個係一個非常聰明，亦都非常務實嘅決策，而且佢真係奏效咗。1999年9月29日，容祖兒正式出道，首張迷你專輯《Joy》正式發行。主打歌《未知》改編自 Jennifer Page 嘅英文歌，一出嚟連續23個星期佔據 IFPI 唱片銷量榜，呢個紀錄至今無人能破。當年4台所有新人獎全部攞晒，出道第2年，收入就已經超過1000萬港元。嗰班當初喺英皇會議室入面話佢唔夠靚嘅人，全部收晒聲。但據講冇一個人對佢講過對唔住，我當初睇錯咗。呢個就係娛樂圈，無人會因為睇錯人而道歉。但故事冇咁順利。要講容祖兒呢個人嘅運氣，有時好到近乎唔講道理，有時又衰到令人懷疑佢上輩子係咪欠咗人哋嘅債。2001年3月，佢跑馬地寓所火燭，佢吸入濃煙入院。同那一年下半年，佢聲帶發炎，一度完全失聲，差點以為歌唱生涯就此完結。結果10月，佢仍然喺公館開咗3場演唱會，主題就叫做隆重登場。冇咗頭家，冇咗星，個人就咁繼續登場，氣場之強，換咗任何人都唔一定頂得住。楊受成嗰晚趕到醫院探病，對記者話：見到祖兒冇事都好放心，佢依家真係一無所有，連條毛巾都冇。最慘係連隻貓都揾唔到，失蹤咗。就呢句連隻貓都揾唔到，當年港媒全部轉載，被解讀為老細對藝人感情極深嘅證明。隻貓後來又冇揾得返，冇任何後續報道，但或者有些事情唔需要有後續。火燭單嘢啱啱過去，同年8月，更大嘅風波嚟啦。香港警方有組織罪案及3合會調查科，聯同重案組出動，拘捕名單上出現2個名，楊受成、容祖兒同時被捕，其後保釋。事源係主持人梁思浩之前喺無線節目入面用大牙肉母女影射容祖兒，暗諷楊受成，之後喺街頭被人打咗一鑊。警方調查認為同英皇有關，但最終因冇足夠證據，不提控訴而撤案。而類似嘅時期，坊間又有傳言話楊受成曾下令對付曾志偉，兩人宿怨已深。2000年梅艷芳生日會上，曾志偉喝醉後當眾對楊受成爆粗口，差點要動手。之後一段時間，雙方喺報紙上互噴。容祖兒成個過程對外只講咗4個字：問心無愧。謝霆鋒幫佢出頭話，佢只係一個20歲嘅女仔，唔需要咁對佢。羅文都撐佢，佢心地好好，又乖，佢最壞嘅朋友就係我。你睇，連最壞嘅朋友都係羅文，呢個女仔由一開始就行緊一條好乾淨嘅路。但香港娛樂圈嘅現實係，你越紅，人哋越想喺你身上揾出一個自我毀滅嘅理由。呢度要插入一下嗰場最有趣嘅廉政公署行動。2003年7月，廉署發動武影行動，拘捕了22人，指控楊受成同無線電視高層互相賄賂，
操控勁歌金曲排名同獎項。你想下呢個畫面，一間全港最有影響力嘅娛樂公司嘅老細，被指透過賄賂安排旗下歌手上榜攞獎，而被捕嘅人入面，包括咗一個叫麥浚龍嘅後生仔，佢阿爸麥兆棠係中建電信主席，佢自己後來成為本港最具個人風格嘅創作型歌手。成件事最後冇起訴，但冇影行動呢個名喺港媒嘅娛樂圈報道入面被引述咗10幾年。每次講到本港樂壇嘅利益交換，佢都會出現一次。2002年，容祖兒出咗一首歌叫《爭氣》，陳輝陽作曲，林夕填詞。大個女，縱使失戀，工作至上才爭氣。包辦4台金曲獎，佢第一次做到4台大滿貫。10年後，2012年，楊受成出版咗佢嘅自傳，本書就叫做《爭氣》，揾咗陶傑執筆，姚決兒題字。香港版加印到第13版，賣出超過6萬本，長期霸佔誠品商業財經類榜首。師徒二人共用一個歌名，一個書名，這種巧合，劇作家寫出嚟都嫌刻意，但就係真實發生咗。好似有啲嘢冥冥中提醒呢個人，你哋係同一種人，被人都睇死過，然後自己打出嚟嗰種人。嗰段時間，關於楊受成同容祖兒關係嘅故事一單接一單被港媒挖出嚟，然後加上各種聳人聽聞嘅標題。先講鑽戒，楊受成喺一個訪問入面，喺謝霆鋒面前親口話：我送過容祖兒一粒梨形鑽石，當時大約100萬港元，5、6卡，依家值200-300萬啊！謝霆鋒即刻駁嘴：送俾我啦！全場大笑。容祖兒嘅回應係：粒鑽石太重，怕出街被人搶，所以嗰粒價值過100萬嘅鑽石，基本上長年鎖喺櫃桶。容祖兒日常出入活動，戴嘅反而係幾百港元嘅平價飾物。楊受成知道之後冇嬲，據講反而私下同佢講，要對自己好啲。呢句說話你要點解讀，隨便你。然後係車牌，呢件事比鑽戒更加離譜。2001年，楊受成以大約8000港元為容祖兒投下 JY616 車牌 ，JY 係做印縮寫，616係佢生日6月16號。2002年，再以大約69000港元投下 JY6。2009年出道10週年，佢用120萬港元投下單字母 JY 車牌，作為賀禮相送。同期佢都為成龍用115萬港元投下 JC1 車牌。前後3塊車牌用咗超過130萬港元，掛喺容祖兒嘅豐田 Alphard 保姆車上。每次佢出入活動，嗰個 JY 車牌就喺鏡頭面前轉嚟轉去，等於幫記者慳反應人嘅功夫。仲有一套佢想送但被婉拒嘅千萬豪宅，同埋佢手把手教容祖兒買樓、炒股、理財。容祖兒後來大方回應：我依家已經好有錢啊！楊受成喺旁邊接口：係喎，容祖兒好有錢㗎喎。呢兩句說話聽落似係喺度吹噓，但你仔細諗下，一個老細對一個員工嘅感情，大概好少會仔細到替你打理身家呢個地步。外界用包養嚟解讀呢啲事，但如果真係包養，呢個邏輯就解釋唔通。真正被人包養嘅人，唔需要老細教你投資，唔需要手把手學理財。更加唔需要自己去賺嗰1000萬，出道第2年嘅收入。但如果話係純粹嘅老細賞識員工，又點解釋嗰粒100萬鑽戒、嗰3塊 JY 車牌、嗰1年到晚出入高級場所嘅合照？所以港媒喺呢件事上始終騎虎難下，寫包養怕被告，寫父女情深又吸引唔到讀者。最後大家默默揀咗楊受成寵容祖兒呢個最安全嘅定性，然後每隔一段時間就翻炒一次冷飯，10幾年樂此不疲。2003年係香港最灰暗嘅一年。4月1日愚人節，張國榮從文華東方酒店一躍而下，全香港當晚哭成一片。5月沙士肆虐，梅艷芳喺病床上撐住病體，參與1比99群星慈善演唱會。容祖兒喺嗰一晚以隆重登場打頭陣。12月30日，梅艷芳離開。嗰一年，香港樂壇失去咗2條支柱，
所有人都知道一個時代徹底終結咗。容祖兒就喺呢個節骨眼被推上天后接班人嘅位置，名義上冇人封佢，但現實入面佢係嗰個被逼企喺個空位上面，被期待撐起一個時代嘅人。2005年，佢登上央視春晚，展開兩隻白色翼唱揮着翅膀的女孩，一唱就係連續4年，係香港歌手登上春晚最高頻嘅紀錄之一。嗰首歌從此成為內地觀眾對佢嘅唯一聯想，連我的驕傲都要排喺後面。多年後，佢參加乘風破浪的姐姐，有個內地藝人同佢寒暄，提咗煙霞，容祖兒雙眼發光話：原來你聽過我呢啲歌喎。嗰一刻你見到嘅唔係咩天后架勢，係一個出道20幾年，有過252場演唱會紀錄嘅女人，仍然渴望被人真正看見，而唔係只係被嗰首揮着翅膀的女孩代表晒。2011年，佢喺倫敦皇家亞爾伯特音樂廳開演唱會，華人喺嗰度演出過嘅，之前只有羅文同陳奕迅佢嘅師傅，同佢圈入面最好嘅朋友。佢成為咗第3個，亦係第一個喺嗰度演出嘅華人女歌手。12次勁歌金曲最受歡迎女歌星，11次叱咤樂壇女歌手金獎，連續14年最優秀流行女歌手大獎，252場正式主題演唱會。呢啲數字擺喺度，唔需要解讀，本身就係答案。一個被2間唱片公司以唔夠靚為由解約嘅女仔，用咗5年時間，將成個香港樂壇翻轉再翻轉。當然，呢段時間英皇內部都經歷咗好多變化，最值得拎出嚟講嘅係陳奕迅單嘢。2004年，陳奕迅用2500萬港元續約英皇，簽咗4年。但嗰4年入面，雙方摩擦不斷。陳奕迅後來喺訪問中講咗一段說話，被反覆引用。簽約時話希望有靚嘅屋企，有安樂窩。後來公司真係俾咗我好好嘅生活，只係我發現呢句說話令自己越做越辛苦。2006年約滿，佢出走轉投環球，推出要87，從此進入另一個維度。英皇放走陳奕迅，係香港樂壇史上最多人討論嘅決策之一。但楊受成對此從不多講，繼續簽新人，繼續經營。李克勤、陳慧嫻、陳比特、周國賢一個接一個加入。各個時代各有各嘅天王，但無論換咗幾多人，容祖兒從來冇離開過。呢件事喺英皇旗下藝人嘅流動歷史入面顯得格外特別。尤其當你將佢嘅合約期同陳奕迅嘅合約糾紛對比嚟睇，兩者之間嘅差距唔係金錢能夠解釋嘅。所以講到呢度，我哋可以回答最初個問題：楊受成圖啲咩？容祖兒又圖啲咩？老實講，如果只係包養，早在2025年那166億債務爆出嚟嗰陣，佢就應該走咗，走得理直氣壯，走得冠冕堂皇。出面遞咗幾多橄欖枝，佢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但佢選擇咗留低，唔係因為冇得揀，係因為佢知道喺呢個行業入面，遇到一個真正看見你，喺你最低潮時候拍板話簽你嘅人，一輩子可能只有一次。而楊受成嗰邊其實都唔複雜，佢喺容祖兒身上看見咗年輕時候嘅自己，一個被人睇死、被退貨，所有人都話唔得嘅後生仔。佢當年喺九龍上海街開標鋪，那些老牌珠寶商一樣咁看輕佢。佢破產、蹲監、遠走科威特，一樣有人等睇佢笑話。佢最終都活得翻生。佢賭容祖兒，不完全係商業判斷，係佢用別人嘅命運去證明一件他用自己命運已經證明過一次嘅事。嗰種被人睇死過之後依然能夠打出嚟嘅韌性，先至係最值得落注嘅嘢。而呢種賭注，佢從來都唔會認輸。好啦，今日嘅內容就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今日嘅故事有意思，記得點讚、訂閱、分享，我哋下期再見。